个也只可了，但是上面锯的太少了，应该要锯大一点。它这个感觉也不是很理想，应该这里钻个洞，这样尽量平的，尽量是平的，然后就挖的洞大一点，盖的薄片木板的薄片。薄片呢，这个密度太小，声音就不够清脆。有一种那个玻璃桌子那个板子有一层那个塑胶薄片那一层密度大这声音就比较小。用绳线用那个五金行卖的弯钩那个，把它调紧。这边没有盖得很好，如果把它盖好一点，声音会更大。这个放的位置没有关系。碰到这个木板的声音不一样，没有碰到木板，这个碰到木板，声音不一样，没有碰到的声音不一样。自弹自得其乐，抗忧郁，对肝脏有帮助哦。春天需要喜气。